喺種子法則嘅體系入面，我哋學習咗筆的故事，我哋知道咗萬物潛能嘅運作。有心識銘印，我哋知道種子係點樣影響我哋對事物嘅睇法。有4步驟，我哋知道點樣加強種子嘅動機。亦有6時書，我哋知道點樣追蹤個人習慣同埋種子。仲有冥想，我哋亦知道咗安頓身心，點樣增加意識嘅訓練，可以清明咁樣解決問題。同時，我哋亦學習到自他交換，訓練我哋嘅慈悲心，讓我哋做嘢嘅時候變得更有意義，並且擴大我嘅格局。而嚟到最後嘅環節，格西魯斯再一次強調，財富資源係源自於好強大嘅種子。歡迎嚟到 DIY 讀行者頻道，陪你讀書，分享智慧，活用生活，運用種子法則，實現人生5大目標。如果呢個方法及分享係可以幫到你嘅話，歡迎讚好、訂閱同分享 DIY 讀行者頻道。當和尚遇到鑽石，簡體中文版叫做能斷金剛，英文版 The Diamond Cutter， 作者 Geshe Michael Roach， 麥可羅區格西。當和尚遇到鑽石20週年經典紀念版，一個佛學博士如何在商場中實踐佛法。如果你仔細思考經濟學以及由資本主義、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嘅各種經濟制度，你將會發現其實成個思想概念可以總結為我哋點樣分享我哋嘅資源，點樣分享我哋嘅財富，以及分配資源同財富嘅原則。如果你再做更深一層嘅思考，你將會發現我哋所有嘅制度都有2個相同嘅前提。頭炮前提係區分你我嚟分享事物，第2個前提係我哋必須諗出一個分享事物嘅制度，因為物資係有限嘅。讓我哋回到《金剛經》，佛陀首先想要傳達嘅思想係功德或善業或特定銘印嘅力量，業力係無邊無際嘅。第2，為咗獲得不可思議嘅功德或者力量，我哋行菩薩道嘅生意人必須不執着於事物表象來行布施。不執着於事物而表象嚟行布施，究竟係啲咩意思呢？菩薩又係啲咩嚟嘅呢？呢2個嘅答案正係所謂無限經濟嘅整個基礎。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我哋先說明何謂不執着於事物嘅表象嚟行布施。呢個其實只係綜合咗本書所有思想嘅一個簡單概念咋。任何一個稱職嘅生意人都會承認，商業策略係不可預測㗎，係邊個都攞唔準嘅事實。如果我哋真誠咁面對自己，冇一種標準係安全可靠嘅，對於一個佛教徒嚟講，呢個事實明確指出咗，我哋尚未揾到財富嘅真正來源，我哋真係唔知點樣創造財富。如果你仔細思考，你將會能夠發現世間嘅財富分配所蘊含嘅深奧真理。財富隨着個人嘅得勢與死亡而來來去去，隨着國家帝朝嘅興衰起落而來來去去。喺繁榮昌盛嘅時期，財富散佈整個世界；喺經濟蕭條或者戰亂時期，就普遍貧窮。財富嘅量唔係固定不變嘅，而佢從來都唔係固定不變嘅。財富嘅量係不斷變動嘅，都要我哋開始懷疑財富係有限嘅，資源係有限嘅。我哋必須發展出分享財富資源嘅優良制度嘅概念，或者仲有另一個可能，或者我哋可以揾出財富嘅真正來源，咁我哋就能夠增加呢個世界嘅財富。也就是說，或者每一個人都能夠擁有足夠嘅財富或更多嘅財富。如果銘印嘅理論係正確嘅，咁如果了解其中嘅來龍去脈，拒絕用大敲大叫嘅方式響應上司，咁喺理論上
我就能夠阻止類似嘅情景再度發生。同樣咁，金錢亦都會相同嘅方式運作。當你布施嘅時候，用雙手、用時間、用金錢幫助任何一個生命嘅時候，你喺心中種下咗一個特殊嘅銘印。你嘅布施行為被意識記錄咗落嚟，你嘅意識總係開啟住分分秒秒咁記錄住你嘅一言一行。呢個布施嘅銘印停留喺潛意識，就如同植物或者係樹咁樣，不斷咁儲蓄力量，成長茁壯。等時機成熟，銘印進入意識層面，影響甚至創造你對周圍世界嘅印象，甚至對自己嘅觀感。如果所有嘅理論都係正確嘅，咁任何成功冒險嘅事業，無論係叻嘅或者蠢嘅投機冒險，以及創造巨額財富，都僅僅係善嘅銘印、善業嘅結果。換句話說，嗰啲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夠獲得財富，僅僅係因為佢哋喺過去種落咗致富嘅銘印，而呢一種特殊嘅銘印，唯有透過布施嘅行為才能種下嘅。如我哋所了解，呢種布施始於或應該始於一種有限嘅形式，例如你先從你嘅公司或者家庭着手，仔細咁去觀察佢哋嘅期望同埋需要而行嘅小善。然後布施逐漸擴展到重大更廣嘅層次，例如喺財務方面，以公司嘅每一個部門為對象，給予更大量、更實質嘅布施。你都可以貢獻你嘅時間，給予情感以及專業嘅支撐，提供各種意見嚟協助他人。當慷慨大道發揮到極致，你將認真咁將個人及公司嘅所有財富、情感、專業資源以及能力投注喺一個完善周密嘅計劃，為你嘅家庭、公司、社區甚至成個世界帶嚟幸福快樂。因為你已經有意識咁地將我嘅範圍擴大，將所有嘅他們都包含喺我嘅範圍入邊。基本上你只係喺照顧一個重大嘅我。切記，除非你投入時間去了解潛能與銘印嘅真實意義，否則自他交換嘅最後一個步驟係無法圓滿達成嘅。你都無法真正獲得本書嘅所描述嘅最終嘅財富同埋人生嘅成功。唯有了解潛能與銘印嘅真實意義，你才能真正地領會布施可以創造無限財富嘅道理。也唯有到咗呢個時候，你才能真正咁樣認清我必須超越目前極其有限嘅自我。由於財富係銘印嘅結果，由於本身係中性嘅、空白嘅或具有各種潛在可能嘅商業交易或商業決策突然獲致成功，咁我哋可以話新嘅財富嘅產生唔需要犧牲或損害原先存在嘅財富，亦即係話而家嘅財富係之前嘅財富嘅2倍。假設而家有2個嘅富翁，將致富之道傳授俾第3個人，你應該知道結果啦。更深入咁樣講，目前有些人富有，有些人貧窮嘅事實，證明咗每一個人都能夠致富。換句話說，由於依家嘅財富係有限嘅，所以世間嘅財富可以係無限嘅。你可以放棄分享有限資源嘅諗法，你可以放棄貧窮嘅概念。富有係一種觀感，呢種嘅觀感來自於過去慷慨大道嘅銘印，因此每一個人都能夠擁有財富。如果你了解潛能同銘印嘅運作原理，咁創造新財富嘅過程將順暢多咗。換句話講，你應該一再重複閱讀本書，直到你清楚咁了解潛能同銘印一齊運作嘅過程。有咗呢個層面嘅認識之後，再行布施，即佛陀說不執着於事物的表象而布施嘅真實含義。菩薩又係咩嚟嘅呢？菩薩
就係任何經歷咗自他交換修行法門嘅3步驟嘅人。一個沒有人我之別，既沒有分別心嘅人，才能真正唯一能夠行布施，喺心中種下銘印，於未來獲得大量財富嘅人。一個人若發現咗人生最大嘅秘密，所有快樂最大嘅來源，一個人若能發現只為一個我、一張嘴、一個肚皮工作係浪費生命、極其無聊、大錯特錯，咁樣佢就擁有咗真正慷慨布施嘅絕佳機會。將來你將你嘅範圍擴大，將其他人一起納入呢個範圍之中，然後照顧佢哋，係一種未經探索嘅無盡嘅喜悅。你將發現其中嘅樂趣環生。如果潛能同銘印嘅理論係真實不虛嘅，咁照料他人嘅最佳方式，即係教導佢哋如何致富、如何享受財富，以及如何令到財富充滿意義。如果你仔細諗下，你將會發現，以教導他人如何創造財富嘅方式嚟分享財富，係喺心中種下獲得無量無邊財富種子嘅最殊勝深奧嘅方式。聽到呢度，格西老師再一次強調，財富之源係源自於好強大嘅種子，而呢一粒嘅種子就係慷慨大方。古老經典稱之為布施。布施有3種：財布施、法布施及無畏布施。我哋暫時喺呢度講一講前兩者嘅布施。第一種嘅布施就係財布施，包括物質啦、時間啦、心意等等。而法布施就係善知識，無論咩東西布施俾你，都會有用餘嘅時刻。唯有善知識喺你嘅精神、心靈上面，讓你增長，讓你超越，讓你可以一生受用。而將呢一個方法傳播俾更加多嘅人，就如同書入邊咁樣講，擴大我嘅範圍，將更多人納入我嘅範圍，如同照顧佢哋，照顧好自己嘅種子，而你嘅世界將變成你想要嘅樣子，變成一片樂土，係需要努力耕耘㗎。如果每一個人都好好照顧自己嘅種子，放棄固有對待事物嘅方式，重新審視呢個世界觀，假以時日，地球就係樂土啦。事業漫長，感恩路上陪伴你嘅每一個人。第347頁，古老的智慧經典指出，你必須對這些理論具有深刻堅定的信心，才能夠投注所有的時間與精力，親身實踐理論。古老的經典也指出，你親身研究理解這套理論，從邏輯的觀點，知道它確實可行，即是建立深刻堅定信心的唯一方法。如果覺得呢條片棘到你嘅話，記得訂閱 DIY 獨行者嘅頻道，